嗨，大家好，我是躺平树，今天是2026年6月11号，这一期咱们聊一聊5月份的 CPI。5月份的 CPI， 国家統計局6月10號昨天公布了5月的 CPI 同比跟去年5月比是漲了 1.2%， 漲幅與上個月持平，環比就跟今年4月份相比，由上漲 0.3% 轉為下降 0.1%。這裡面不包含食品和能源價格的核心 CPI 同比增速放緩 0.1個百分點至 1.1%， 這個數明顯的低於了這個預期。在此之前，市場普遍預期同比、環比漲幅應該都在 1.5% 左右，也就是大家還比較樂觀的。雖然 CPI 沒有達到滿意的一個數字，但是應該是漲，而且漲 1.5%， 但是就這麼一個比較小的目標都沒有實現。同比只漲了 1.2%， 環比還下降了 0.1%。這個 CPI 漲幅大家都知道，應該在 2%、3%是比較令人滿意的，對經濟來說有溫和通脹有好處，但不能又不能太多。所以說經濟學家認為在 2%到 3% 之間是比較不錯的。那咱們好像政府的目標也是控制在 2. 點幾，但是現在你看顯然達不到，同比只有 1.2%， 環比還下降。財新網6月10號有一篇報道叫5月 CPI 同比漲幅持平， PPI 漲幅擴大，上下游價格持續分化。我們一起看一看5月 CPI 同比表現略低於市場預期，比市場預期要低，所以我們很多網友，我們牛馬韭菜體感不是太好，這合理的，因為 CPI 也沒有達到預期，但是 PPI 則高於預期。財新近日對12家國內外機構調查顯示，經濟學家對5月 CPI 同比增速預測值為 1.3%， 但是它這個是平均值，預測區間為 1% 到 1.4%。對 PPI 同比的預測均值為 3.6%， 預測區間為 2% 到 4%。對於 CPI 環比由漲轉降，國家統計局城市司首席統計師董麗娟解讀成這是官方口徑。為什麼環比還下降了呢？他說這主要受能源和服務價格變動影響。具體來看，受國際油價傳導影響，國內汽油價格由上月上漲 12.6% 轉為下降 0.3%， 帶動能源價格由上月上漲 5.7% 轉為下降 0.1%。受5.1節後出行季節性回落影響，服務價格由上月上漲 0.5% 轉為下降 0.1%。這兩項對 CPI 環比的影響由上月上漲 0.39個和 0.22個百分點轉為下拉，就拖了後腿了。拖後腿多少？ 0.01 和 0.03個百分點。此外食品價格繼續拖累 CPI 環比，5月下降 0.4%， 降幅比上月收窄 1.2個百分點，影響 CPI 環比下降約 0.07個百分點。由於供應充足，鮮菜、豬肉價格繼續下降，這是拖累 CPI 的。那麼支撐 CPI 的主要是服裝和電子產品。5月夏季換季上新，帶動服裝價格上漲 0.6%。 AI 相關需求旺盛，帶動移動電話機和平板電腦價格分別上漲 1.6% 和 1.1%。 上述三項合計影響 CPI 環比上漲 0.05個百分點。從 CPI 同比看，工業消費品價格是主要支撐，同比上漲 3.9%， 漲幅比上月擴大 0.4個百分點，影響 CPI 同比上漲約 1.18個百分點。其中汽油價格漲幅繼續擴大至 23.5%， 影響 CPI 同比上漲約 0.66個百分點。黃金飾品價格漲幅回落 39%， 服務價格和食品價格同比表現均低於上月，服務價格同比上漲 0.8%， 低於上個月的 0.1個百分點。其中出行服務價格漲幅回落 0.9個百分點是主要因素，食品價格同比下降 1.7%， 降幅比上月擴大 0.1个百分點，影響 CPI 同比下降約 0.3個百分點。其中豬肉價格降幅比上月擴大 0.9個百分點，影響 CPI 同比下降約 0.31個百分點。雞蛋、牛奶、雞蛋、羊肉、牛肉、禽肉類
水產品、鮮菜價格同比均上漲。大家記住了，有的是同比，有的是环比。那跟去年比呢，鸡蛋、牛羊肉價格還漲了，所以今年 CPI 跟去年比漲了 1.2%， 但是這個是剛才說了，達不到我們 2.5% 或者 2.2% 這種目標的。所以說，無論是同比還是環比，這個財新網他說，支撐 PPI 上漲的均是生產資料、生活資料價格仍然低迷。什麼意思呢？同比、環比 PPI 都在上漲，而且咱們 PPI 好像是同比連續3個月上漲，給人感覺好像这個工廠這邊是不是活起來了？因為 PPI 反映的工廠這邊採購這些 ，CPI 是關係咱們老百姓採購，老百姓買，老百姓要消費。這個 PPI 是工廠它採購，那 PPI 這個數連續3個月上漲，實際上它這個上漲問題還挺嚴重的，因為 PPI 上漲主要是生產資料在上漲，生活資料價格是在下降的。5月生產資料同比增長 5.2%， 漲幅較上月擴大 1.4個百分點。生活資料同比仍在下降，降幅僅收窄 0.2個百分點。環比看，生產資料上漲 0.7%， 生活資料環比下降轉為持平。工業生產者購進價格指數明顯好於出產價格指數，這就不是好現象。就是一個企業它要採購，價格漲了，但是它出產價就是往出賣東西，出產價格指數它沒漲，就這意思。這些均顯示上下游價格剪刀差繼續擴大，下游行業利潤承壓，這對企業來說不是好事。分行業看，5月帶動的 PPI 環比上漲，主要是產業結構優化升級和季節性需求增加的行業，與國際油價關係較為密切的石化行業，價格由漲轉降或漲幅回落。國家統計局披露，5月受製造業設備更新持續推進、算力需求增長等因素影響，黑色金屬冶煉和鹽壓加工價格、有色金屬冶煉和鹽壓加工價格、計算機、通信和其他電子設備製造業價格、電氣、機械和器械製造業價格環比均上漲，其中光纖製造環比漲幅達到 8%。光纖為什麼漲呢？當然了，這跟人工智能、跟算力是有關係的，但是這個光纖它的波動跟這個俄烏戰爭影響恐怕更大。這個大家都知道，天氣轉熱、迎風度夏，被煤和非電用煤需求增加，煤炭開採和洗選業價格環比上漲 3.2%， 家用空調、智能電器製造價格分別上漲 0.9% 和 0.3%。4月對 PPI 拉動較大的石油開採、精煉石油產品製造，5月環比由上月增長 20% 左右轉為下降。從同比看，產業結構優化升級和石化行業仍是拉動 PPI 上行的主要力量，對 PPI 同比的上拉影響均高於4月。而非金屬礦物品製造業、電力、熱力生產和供應業、汽車製造業、農副食品加工業合計影響 PPI 同比下降 0.75個百分點，下拉影響比上月增加 0.01個百分點。這個就是財新網他介紹的咱們5月份 CPI 和 PPI。聯合早報他說，中國 PPI 連續3個月上漲，創近4年的新高。對此，路透社說 CPI 和工業生產者購進價格指數均上漲，就是 PPI 顯示高企的全球能源價格正持續推高制造企業和普通家庭成本。巧了，好像昨天晚上美國公布了它的5月份通脹是 4.2%， 所以你看大洋两端，一邊是海水，一邊是火焰，一邊為通脹在焦頭爛額，美國為通脹是焦頭爛額。新任的美联儲主席沃什一邊面對这個通脹，按理來說他要加息，但是一旦加息，美國的制造業是吧，成本也要上升等等，導致這股市震盪，經濟要熄火，所以加息他也很為難。特朗普老是要他降息，對不對？你降息要刺激制造業，但是你要一降息呢，通脹又有得起來。所以說，你看美國人為通脹現在焦頭爛額。而且人家特朗普和伊朗之間現在正在掰手腕，是吧？正在角力。那伊朗的他的算盤就是霍爾木茲海峽这要不通，這麼憋下去，雖然我伊朗我這外匯收入沒了，但是你美國也不好受啊，通脹，輸入型通脹，你美國只要一通脹，
完了，你美国現在老百姓受不了了，加油，油價已經漲了1倍了。但是美國人收入并沒怎麼漲，美國人收入想漲起來也慢得很，對不對？沒那麼快。但是你油價漲了1倍，而美國人對汽油的需求量非常大的，人家是叫車輪上的國家，對吧？每家都有車，而且他們的交通主要是自己開車自駕，所以你的油價一漲，他的收入沒漲，所以說那美國人他就抱怨，就對特朗普的選情不利，他們對特朗普就有意見。所以你看，人家伊朗人就是這個算盤。為什麼要說我們？你看我們只有1.2%，嚴格意義上，如果把 PPI 的增速給去掉，恐怕是相當讓人緊張。它有通縮的趨勢啊，美國那邊是通脹，咱們這邊有通縮的趨勢。你說為啥咱們差距就這麼大？大家也知道，美國和伊朗開戰以來，原油價格漲了，應該從$60一桶吧，70的也漲到最高100，原油價格暴漲。而且最近我据說這個雞蛋的價格漲得也很厲害，雞蛋也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新聞，雞蛋的價格漲得也很厲害。大家也知道家電補貼是吧？各種消費補貼以舊換新，這些政策刺激，在這樣的一個背景下 ，CPI 同比只有1.2%，低於這個預期，說明什麼？這咱們不繞彎子，實際上就說明消費問題非常大，就大家不消費，勒緊褲腰帶。能不花的堅決不花，就這麼個趨勢。這個 CPI 不及預期，但是 PPI 是連漲3個月，創5年新高。實際上這個局面相當的不利。為什麼呢？這就是我們剛才說的，這個 PPI 它是一種結構性分化，也就是它叫輸入型通脹。因為油價上漲，因為大宗商品價格漲了，而我們的企業它的出厂的商品價格它就漲不了。這個環節啊，比如中間環節是都在漲。比如你上游厂商漲了，這個半成品你到下游也漲了。那我就舉個例子，比如銅價漲了，咱們舉例子，咱們這個欄目裡面有一些網友不知道從哪兒來的，也就是盤中盤、非常盤，他到哪兒他都盤，他喜歡挑刺兒。我們这個是一個普通的欄目，是一個口水節目，隨便想到哪兒說到哪兒，我不會去找什麼數據慢慢比對。但是有盤嘛，他就會去抓住這個，說你這是抹黑小盤，他理解能力上不去。我記得咱們有一個領導說過，咱們有6億人，好像什麼月均收入不足1000，但大概我說了，大概記得，我也記不太清楚。然後他就有小盤的，就說那你就應該研究一下，當時說這個話是什麼一個，是這個1000到底是什麼意思？我哪知道是什麼意思？關我什麼事？我就知道大領導說還有6億人月收入不足1000。至少說明大家收入比較低，很多人的收入還很低，你懂這個意思就行了，不是去我要研究這1000怎麼構成的，是可支配還是不可支配，是家庭的還是說人均，這關我什麼事？咱們只要知道這個領導說了有6億人月均收入不足1000，指的是很多人收入很低，你有那功夫在這抬槓，你不去多送2單嗎？一單3塊錢，多送2單，那不都是6塊了嗎？是吧？你這個小學語文也白學了，這只是國家花錢培養也是浪費了，這叫沉沒成本。因為理解能力跟不上，我一再說，我這個欄目不喜歡那蠢人來看，你跟他溝通很累啊。你說這個屎不能吃，他就說那是為什麼不能吃？那裡面是有什麼毒是嗎？那你抬這幹啥？那你要覺得能吃你就吃就完了，你自己去吃。比如說我说房子以後不能漲了，很難漲，他非要跟你抬槓，那你要覺得能漲，你趕緊買。这不现在到處都放開了。而且很多地方都是零首付、負首付的，首付很少，你沒有錢你也能買。銀行現在貸款非常容易，但不像5、7、8年前你去貸款不一定能貸得着，你買房人家不一定批。但是現在你只要買房都批，也就是買房非常方便。你覺得那個房子還要暴漲，那你趕緊買呀！你跑這抬槓幹啥？耽誤時間。為什麼要來抬槓？說你這恰恰說明你心裡沒底，嘴上說的要漲，心裡覺得恐怕要跌。後來辯論，你要心裡篤定了是要漲的，那你肯定偷偷摸摸買8套，对不對？等着3年以後翻倍，或者是5年以後翻倍，你就基本上就不用動了，人生就上了一個圈層，后半輩子就財富自由。為啥不去？所以經常看到這來抬槓，沒必要。你要麼繼續盤，要麼你就把你的電動車開快一點。當然了，這裡面偶爾還有科技新貴，自稱科技新貴的。你科技新貴，你說你都新貴了，是不是？你什麼股票隨便拋一拋，到手都幾千萬的，你還有空在網上跟人扯皮是嗎？還不研究研究怎麼樣成為巴菲特？
你看看巴菲特有时间跟人扯皮嗎？对吧？你看看黄仁勳，看看馬斯克，有時間跟人扯嗎？這是科技新貴，你得跟人家學學。當然了，這個科技新貴都要打個引號的，他自稱着科技新貴，就很多人他覺得自己是趙家人，一個道理，他誤以為自己姓趙，挨了8頓鐵錘以後才發現，原來需要你姓趙的時候你才姓趙，不需要你姓趙，你就是姓趙也得改。這扯遠了，咱們說什麼意思？就是這個美國也是輸入型通脹。也很多人就說了，特朗普自己也說了，我美国出口石油，我石油多的是，石油價格越漲我越開心，對不对？因為我美國是石油出口國，但是不好意思，你美國你叫全球化，你跟全世界是連在一起的，溫度是一樣的。你石油出口你賺錢了，油價漲你賺錢了，但是你這個油價一漲之後，進口的石油，我們進口的石油貴了，那是不是會勢必造成我們出口有些東西它就漲價？沒辦法，輸入型通脹，那你的價格在漲，我们有的產品價格它就必須要漲。不漲我就賠錢，那我就不做了。所以說，它有的價格漲了，你這東西七繞八繞的賣到美國，它價格都漲了。這對美國來說叫輸入型通脹。它石油出口雖然漲價賺了點錢，但是它又進口更多的商品進來了，這商品都漲了價。石油出口，石油價格漲了，美國少數人獲利，石油巨頭市場，他們少數人從事相關行業的，他稍微工資漲了點，或者他們的利潤漲了，但是跟這個不相干的這些人，他們的工資並沒有漲，或者漲得很少，但是他們要買的這些日常生活，比如說衛生紙、尿不濕這些東西都漲了，農民的化肥要漲，油價漲了，農民開收割機、種植那些機器都要，這個費用就高了，那它的農產品價格也得漲，所以說這叫輸入型通脹。那對我們來說，其實我們也是輸入型通脹，因為油價漲了，油價一漲，那我們是石油進口國，不用說了。油價一漲，導致其他能源都要漲。我們是能源消耗大國，你是工廠。這是第二個，農產品價格也得漲，農資、化肥價格漲了，全球化肥都在漲，輸入型通脹。有很多人說石油價格漲了，那我們是光伏，我們新能源可以抵消一大部分。其實不是這個意思。石油價格一漲，不光是說能源這塊漲，石油還是我們工業原材料，很多塑料、很多纖維、很多這種原材料是通過石油提煉。最後得出那这些跟石油相關的，從石油中提出原料的，那都得漲。比如說汽車的保險槓，那玩意塑料，那從源頭就從石油裡面整出來的，輸入型通脹。那我們國內會出現什麼情況？國內因為消費低，大家收入低，那好了，我們都要勒緊褲腰帶。所以你所有的東西，你到產品這一端，你要漲價，我就不買。還有一個，第一個是你漲價，別人不漲啊。你比如說最終到牛奶這兒。牛奶這人家一盒牛奶是1塊，你說我這個原材料漲了，我要1.2塊，別人不漲，那你這市場就沒了，人家買那不漲價的還接着賣，你漲價的你就靠邊站，那你說誰敢漲價？他也不敢漲，不僅不敢漲，反而還要降價。我以新能源汽車舉例子，新能源汽車或者汽車行業就這麼個樣子，也就是它產能過剩，所有的汽車不敢漲價，都在降價，再加上我們現在。新能源汽車是不是補貼少了一半？因為我不買車，我對這個關注不多，好像少了一半，導致車價本來就要漲，本來是政府補貼1塊的，是不是？這一塊沒了，少一半。好，但是汽車廠商它的原材料價格漲了，無論是鋰，它的電池、鋰電池價格漲了，或者電池價格沒漲，但是它的內層芯片、CPU， 這新能源汽車這玩意不少，這玩意價格也漲，因為人工智能、AI 算力。導致內層的價格在翻倍的漲，內層價格漲，導致汽車的內層它也漲，跟着水漲船高，它也漲，導致什麼？導致新能源汽車廠商人家成本是在漲的，但是它的銷售價格還要降，大家明白什麼意思嗎？那邊原材料價格在漲，汽車廠商生產一輛車的成本在漲，但是它這輛車賣出來還要便宜，也就導致什麼？導致所有的新能源汽車廠商的利潤被壓縮掉了。沒了，你新能源汽車你要漲價你賣不掉，因為我們現在我們現在一個月好像是幾十款新車型出來。你看現在新能源汽車所有的股價都在往下走，為什麼？因為大家都認為它的利潤被侵蝕掉了，原材料價格在漲，它由於產能過剩，它的銷售價格還要降，還要壓縮，所以它利潤沒了，你說你這股價能好得了嗎？所以你看所有的新能源汽車股價都在往下走，當然特斯拉可能不一樣，那是例外。一個道理，包括手機也是的。現在你看咱們安卓手機，去年到今年基本上就是咱們的安卓手機，比如 OPPO， 比如小米，比如華為，現在他們越來越低端的就不生產了，
什麼900塊錢以下的，人家最次的要1000多的了。为什麼？因為900多的這個手機，它真的是1分錢不賺還要賠錢，因為內存的價格漲了，這個算力這兒需要內存 ，CPU 這等等這個價格都在漲，那你導致你手機裡面的內存的價格也在漲。這一漲，你像蘋果的 iPhone 17，因為人家本來賣的就貴，它的價格裡面已經把這個內存漲價的這一部分都算在裡面了。所以它受衝擊比較小，不光是蘋果17，也就是中高端手机，它受內存價格上漲的衝擊還有一個空間。但是低端手機它就沒有空間了，內存它本來一部手機就賺10幾塊錢、20塊錢是吧？一部手機900塊錢的手機，廠商能賺20塊錢就不錯了。結果你內存一漲就18，CPU 再漲一下沒了，它利潤沒了，它還做幹啥？所以說它的集中搞幾款中高端算了。但是中高端的你這個安卓手機，你本來你的定位就是中低端，你整中高端，大家不認是吧？你說你一個手機賣8000，那是高端機对不對？高端機，比如小米，你手機賣8000，这大家觉得點了是吧？人消費者就在這琢磨，我這8000賣你的小米，還是再添點錢買個蘋果，這問題不就來了嗎？所以說我們的手機廠商、新能源汽車等等，其他廠商都一樣，實際上他們承擔了輸入型通脹。原材料價格漲了，但是他們產品價格還不敢漲，還要下降，所以導致什麼？導致他們的利潤壓縮，本來是微利，現在要賠錢。那好了，這些大企業因為人家現金流，人家在資本市場可以拿到錢，所以他還能撐，還能扛個2年。但是很多中小企業他怎麼扛？只好關門，要麼就減產。我2條生產線，我就只開1條，3個車間我這只有1個車間在動。以前是400人，400個工人，我現在只留100個工人。為什麼？因為你生產越多越賠。所以你看，中小企業要麼就是壓縮，要麼就是關門。一壓縮一關門都是失業，都對應的是失業越來越多。所以我剛才說的這種 PPI 結構性的上漲，而 CPI 又在下跌。CPI 下跌什麼？也就是大家不花錢不買牛奶，再便宜不買，你的這車賣的再便宜我也不買。大家有沒有看這個數字啊？我就不去找這數字了。你看這乘聯會發的數字，今年1月到現在，整個的不管是油車還是電車銷量都是急劇下滑，2位數，就是10%幾的下滑。越下滑越賣不掉，廠家怎麼辦？你把這車放在庫房裡面，那你就死了，對不對？那怎麼着你降價也得把它賣掉，回籠現金流得回來，你才能活命。所以說賣不掉怎麼辦？降價。所以你看，我昨天看新聞，就是奔馳、寶馬、奧迪全線降價。那個以寶馬为例，寶馬什麼3系、5系全在降價，相當於打了7折。降價之前，比如說我看它的寶馬5系是525，原價好像是30多萬吧，就是沒降價之前30多萬，現在一降完之後只有27萬了，開玩笑對吧？你想降成這樣了，那廠家還掙什麼錢？實際上他沒法掙錢，但是他不賣也不行，不賣。那錢那個車子放在庫房裡就是廢鐵，它都賣掉回籠資金。但是你不賣又不行，賣吧又是割肉，那個廠家利潤也沒了，人家的生產線在瀋陽的寶馬的生產線，人家又要停掉幾條，產量下降，又有大量的工人只能上一半的班，或者要麼你就走了優化掉，要麼你在這兒待着3天就上1天班，工作不飽和，那你工資就得下降啊。所以大家把這連起來一想，我們收入在下降。我們每個人感覺都不太好，不是說每個人，大部分人是吧？體感不太好，就感覺錢難賺，但是花錢的地方有很多，錢難賺，那我們覺得少花又不買東西，這個又是消費在降級，消費熄火，不消費 CPI 繼續下行 ，PPI 那邊還在漲，廠家越來越多的倒閉關門。那就有越來越多的人覺得錢難賺，因為他都下崗了，對不對？他崗位都沒了，去送外賣。好，開網約車，網約車飽和，是不是啊？現在很多地方，連深圳這樣的地方，網約車好像也只有13單，是吧？平均，也就是一天就200-300塊錢。你要把這費用去掉，你一天也就掙個3-4千塊錢。開網約車累着這個節嗎？腰間盤突出，掙個4-5千的，你說受得了嗎？那送外賣的又一樣，送外賣的是咱們2000萬外賣注冊的這騎手，但是每天只有1.1億單，1.1億單，也就是只能保證400萬的騎手，他每天能送個20單、30單的，每天能賺個200-300，那也就是1600個
這個骑手沒有單子，要麼1.1億單，2000萬個骑手平分，那大家谁也活不了。一个人一天就送5单、6单的，5、6单，一单3块錢、4塊錢，一單給你4塊，6單才多少錢？所以說，越來越多的人賺錢越來越難，他越不去消費，企業就越難。企業那邊上原材料價格在漲，下面他自己生產的價格還要降，這個商品銷售價格還要降。銅、鋁、石油、化工原料、生產資料在漲價。所以說這一波 PPI 上漲，靠工業復甦帶來的紅利啊，並沒有順暢的變成我的工資上漲的部分。那這裡面兩頭擠壓之下，最倒霉的是誰？或者說壓力最大的是誰？壓力最大的實際上不是那2000萬外賣騎手，也不是那個網約車司機，因為他們已經到最底了，跌入這個塵埃啊，他無處可跌。他們不是就是說。因為它已經跌到最上了，它落差不大了，它再往下跌也就那麼回事。所以說這裡面最難受的是所謂的中產，不上不下。什麼叫所謂的中產？也就是拿着固定的工資，這工資也可能5000以上，也可能是8000以上，就是所謂的科技新貴，他覺得自己還可以。還有呢，有些基本盤為什麼他自我感覺良好？因為他的收入還比較穩定，一個月5000，挺穩定的，所以他就有一種自豪感，一種認同感。他就油然而生，那就這個社會挺好的。你看我現在一個月5000，我這租房子才800，我這還剩4200，吃吃喝喝的還能剩2000，所以他就覺得感恩感謝非常好。但你不能否認有這樣的人，他一個月拿5000很穩定。但是啊，恰恰這些人啊就要面臨着考驗，因為他們現在感覺還可以，接下來就不可以了。為什麼我剛才說的？因為他們的工資不漲。現在這個年代啊，在目前的情況下，除非你是做硅基相關的，你的工資、你的獎金會漲。其他任何啊，只要不是硅基相關的，你的工資能保住就很不錯。不要說漲，你能不降就不錯了，你能不失業就很不錯。也就是跟碳基相關的，你非硅基這一塊的，你能保住你的工作，你能不失業就不錯了。你的工資想漲比較難，所以說你工資不漲，但是你現在面臨的什麼？一個是人工智能，就是 AI 要替代，大面積的 AI 現在鋪開，那失業率只會上升。而且 AI 要取代的，首先取代誰呢？恰恰取代這些收入說多不多，說少不少的，因為你取代你才有意義，企業才能多省點錢。你說門衛他工資就2000，你搞個人工智能把它取代了，其實意義不大。恰恰是你這些坐在格子間裡面寫 PPT 的，說有用說沒用的，他挺管用的。就這些人，一個月18000的，2萬的，就先要把你取代掉。這就是所謂的中產。第一個，人工智能首先要取代的就是這些人。你說你大街上掃馬路的清潔工，一個月才800，你說你把他取代了，你那個機器人哪兒磕着碰着了，維修一個月也不止800，明白了吧？所以說掃大街的，從技術上來說，掃大街是最容易取代的，掃地機器人，對不對？但是為什麼掃大街的還在？因為便宜，你機器人再便宜，你便宜不過人家這800這人，對不對？也就大家要注意了，人工智能首先取代的是什麼人？這些中不溜秋的中產，所謂的拿着固定的工資，他面臨着下崗，面臨着被人工智能取代。好，如果這個時候輸入性通脹來了，你比如汽油漲了嗎？油價漲，等你開車你要多花錢，未來電價給你漲一漲，天然氣的價格給你漲一漲。水的價格再給你漲一漲，那你那本來5000塊過得還挺滋潤的，這3漲2不漲的，你這5000塊就不剩什麼東西了。本來還能存點，現在存不了了。這個在經濟學上，這個就叫利潤擠壓工資。有些企業的利潤在修復，就是話語權大的、議價能力強的企業，它的利潤在修復，但是居民收入在停滯。這就也跟 K 型發展是有某種類似之處，也就是一部分人還在往上走。但是更多的人，大部分人是 K 型的那條腿在往下出溜，這個實際上也像剪刀差是吧？所以 PPI 和 CPI 形成的剪刀差這麼明顯，就是 PPI 連續3個月上漲 ，PPI 是3.9%，是很不錯的，但是 CPI 是只有1.2%，趴在地上，這比我們預期的2點幾，比政府的目標2點幾那也小得多。那這個實際上就說明企業生產的動力還比較強，但是社會消費的能力很弱。所以我們再過幾天看統計局還有央行還要發布的數據，5月份社零數據到底多少？5月份居民的短期貸款漲了多少？居民的中長期貸款漲了多少？企業的
短期貸款、企業的中长期貸款到底怎么樣一变化，你就发现了。所以这種现象一般的是最恐怖。什麼叫最恐怖？就是企業那邊以為還賺錢，玩命的生產 ，PPI 在漲，生產出來之後賣不掉就降價，生產線停掉一半，裁人。就像大家去研究或者去看一下汽車行業，現在就是個現狀。所以 PPI 繁榮意味着最後的狂歡。只有一種繁榮是真的繁榮，我們牛馬，我們韭菜收入多了，大家願意花錢，大家錢包裡錢多了，大家自發的花錢，導致不得不生產，企業不得不生產，因為我們有錢消費，供不應求，所以產品一漲價，那企業的利潤就來了，企業利潤來了，企業就擴產，它要一招人，就業又上去了，就業一上去，企業的利潤上來了，企業還要發工資、發獎金，你的收入還多了，你又得去消費，這樣形成一個良性循環，正向的循環，這個是大家所希望看到的。那但是前提是什麼？前提咱們經常說的，一個讓牛馬、讓韭菜他要有錢。你分配的時候，你把大頭不要把這個財富都放在大頭那兒，全部讓大頭拿走，花掉了。你把這個錢分配的時候，一次、二次、三次、四次分配，要向韭菜傾斜，讓韭菜有錢，韭菜才去花錢，形成一個良性循環。第二個就是什麼？第二個，你大頭拿走的錢，也要花在韭菜身上，叫提高社會福利，讓韭菜沒有後顧之憂，提高社會保障水平。那這樣韭菜他也就不忙着去存錢，對不對？我有錢我也願意花，因為以後有國家管，那這樣才能形成一個正向的良性的循環。但是我們現在大家自己去體會去看，是良性循環嗎？實際上現在是就像漩渦，現在到中段，漩渦上面看上去還不夠快，到了中段中間就非常快了，到了下面那是最快，恐怖螺旋。所以5月份的 CPI、PPI 看完之後，懂的人只會覺得更加警惕吧。好，這期節目咱們就聊到這裡，感謝大家收看。如果喜歡我的節目，歡迎訂閱轉發，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評論，謝謝大家。